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氣。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你好，是觀眾，歡迎收看6月12日中嘉台南電新聞。為了是賴總統健康台灣甲臨港智慧島的政策願景，包括國科會、社會發展部、衛生福利部以及台南市政府共同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辦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覽，由行政院長杜英台主持開幕式。現場超過900間三觀學研的單位，展示超過120項 AI 智慧的健康應用。由國科會、甲佇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甲佇台南市政府等單位共同舉辦的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12號下午佇大台南會展中心來舉行開幕式，由佇行政院長卓榮泰親自南下主持。包括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科會主委吳成文、數位發展部的部長林怡靜、衛生福利部處長莊仁祥、甲佇市長黃偉鐵以及儕位的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甲三觀學研代表攏共同出席，場面盛大。請啟動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盛大開展，讓我們一起打造一個健康照護的生態鏈，讓 AI 照顧國人健康，共生美好未來。行政院長卓榮泰佇致辭時表示，政府為了平衡台灣，推動臨港智慧島的政策，
希望科技甲着產業的發展，無擱再集中佇個單一的區域。而行政院推動的6大區域產業甲着生活圈方面，其中的大台南新市區的推動方案，嘛是國家 AI 產業南向的布局上重要的核心。過去的 S 廊帶，現在我們再度發展以台南沙崙為重要的基地之一，來推動整個大南方新矽谷的各項工作，將半導體、將人工智慧、智慧健康以及各種科學研究的量能都能夠提升，而且更重要，希望能夠技術落地，技轉給民間產業，讓產業能夠轉型，用 AI 的產業來幫助工業，幫助百工百業，加速它淨零跟數位的轉型。這樣之後，我們就能夠從高科技產業的垂直供應鏈全面的強化。但我們 AI 新時代建設的終極目標是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全民的智慧生活圈，每一個人所到公領域的部門，所到私領域的方向，都能夠感受到台灣進入到一個全面 AI 服務的領域。非常感謝我們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能夠在距離我們高鐵站最近的，也就是總統在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規劃的這個台南沙崙智慧科技園區。那在從過去2016在前總統開始，一直到現在賴總統全力來推動規劃的這樣子的一個園區內來展開。感謝行政院的支持，將來邁向 AI 的應用的階段，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們一定全力來配合中央，配合科技的潮流，能夠讓我們的市民以及所有的民眾健康得到更大的確保。這屆的展覽結合超過900間的相關學研單位，展示超過120項 AI 智慧的應用，涵蓋着智慧照護甲着護理、AI 健康的監測、主體醫療甲着數位健康服務等多元的領域。台灣的 AI 已經正式進入智慧的醫療、長照的照護、健康管理甲着個人服務等領域。希望透過 AI 的技術，協助第一線的人員減輕負擔，提升效率，將成為台灣面臨超高齡社會的重要關鍵。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發布調查局淡市調查處的掠奪專案小組，在淡市南區民興路某一位農地鐵皮厝查獲大型安非他命的製毒工廠，查扣一級毒品的成品甲製毒設備，成功阻止市價1億5000多萬的毒品流入市面，並且將鄭姓主嫌等3人移送法辦。好，資訊。台南市調查處人員開車來到南區的巷弄內底，掠到白色轎車內底假賣載原料甲設備的嫌犯，擱入去到鐵皮厝工廠內面查扣毒品，一桶一桶的桶仔內面裝的攏是甲基麻黃鹼溶液半成品，也閣有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當中也閣做成感冒藥啊，市價超過1.5億。該集團為掩人耳目，刻意租用位置偏遠、道路狹小、方便觀察周圍環境的獨棟鐵皮農舍，作為製毒工廠。台南市調查處去年10月份接到證據，組成專案小組，鎖定目標，展開追查，探到主嫌鄭姓男子準備離開工廠的時陣，掠到司機圍捕，為着閃避追查，鄭嫌也閣會統一保管共犯手機啊，並關機，製造通信等點。這個主嫌年僅26歲，那他技術非常的純熟，所以他這次所預備準備的原料器具都相當的豐富。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查獲的麻黃鹼數量其實高達成品就有80公斤，那液態麻黃鹼的部分有47桶，4176公斤。這個數量
那如果製成安非他命成品的話，估計可製成75公斤的安非他命成品。那這批數量足供75000人次做吸食。專案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佇咧今年4月份起訴。這個製毒原料甲設備數量相當龐大，好佳在無勞力市民，也毋過還佫會繼續追查相關來源，避免對社會安全造成危害。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最近柑仔甲居士台灣柑仔甲居協進會以及中央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特別佇5日節進前舉辦慈善關懷活動，邀請6大社會福利團體加美食，並且每一個人各發2000塊的救助金，希望互弱勢朋友感受到社會關懷甲宗教大愛精神。中央慈善基金會甲柑仔甲居士，伫每年端午進前，都會邀請弱勢朋友歡慶佳節。上早是照顧家友做起，喚起社會重視後，將重心刷到更加需要幫助對象。近10天來，陸續邀請各大弱勢團體加入，借由澎湃大餐甲福燈景，為弱勢朋友帶來溫暖甲希望。雖然這只是一次小小的聚餐，但給他們的是一種祝福、鼓勵，特別是在他們遇到一些人生不快問題的時候啊，能夠想到還有一群人默默的幫助他們、關心他們，特別是我能夠以佛教的身份來給予祝福。我想這是他們會比這一餐獲得更多的。今年端午圍爐在北區基層火鍋舉辦，邀請台南市生活協進會、台南市脊髓損傷協會、台南市腦性麻痹之友協會、台南市主攻心臟協會、台南市福建青年力政會以及遊民視障協進會，加上陪伴者，總共241人出席，歡喜來吃美食。若本天津仁波切也感謝各界愛心相助，繼續參與活動。希望眾人會當以慈悲來看待世人，向弱勢伸出援手，為世界投注高一善念。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為了和民眾親近藝術，在進步南區國稅局特別邀請藝術家張勝溫在南區國稅局高樓藝文展覽區舉辦伊個人的畫展，將自然的景色加藝術的氣氛融入辦公場所，歡迎民眾踴躍前往參觀。藝術家張勝恩因為介意藝術，大下就讀政戰學校的藝術系，佇個軍中就介意世界來畫圖創作。因為介意戶外活動甲着大自然，佇個退伍以後，更加追求藝術的表現。作品以着自然的景物甲着現場寫生為主。這屆受到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的邀請，舉辦個人的社會展。大家看張老師的作品，其實大家可以發現哦，他就是取材我們比較非常熟悉的哦，有關街景或是一些自然景致哈。那就我們一些就是不是這一方面的專業來看的話啊，其實我覺得一幅作品啊，簡單啊，然後看起來很舒服，我覺得這個就是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心靈的一個饗宴。那我本身對畫畫是有興趣也喜歡，所以我覺得我是很幸運的。好，那至於作品，我相信每個人有各有喜好。那我也只是盡我隨性的、盡量的去表達出來，在我生活經驗中，曾經的以前有些在部隊，隨着部隊調到各個地方，或是移防到各個地方去觀摩、去觀察、去寫生。那後來退伍下來，跟着悠遊畫會，我們又走了很多地方，這些都給我很豐富的成長。那也遇到很多畫友，也彼此互相激勵。非常謝謝大家。這屆展覽以着水彩為主，
河面水彩美，透過畫家線條的呈現，甲着光線的技巧，互參觀者會當佇光影甲着色彩當中找回自身的情感甲着記憶，引起共鳴。展期對行起到6月25，歡迎對着藝術有興趣的民眾會用的前往參觀。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第一度合同杯今年已經邁入第5屆全國街舞比賽，8月16號將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登場。而對今仔開始開放報名到8月10號，其中委託特別出席記者會，邀請全國各國中的學生踴躍組隊參加，除了爭取高額獎金，也閣有機會在年底聖誕跨年的舞台演出。學生們充滿力道與節奏感的舞步，展現青春活力與舞蹈實力。2026合同盃全國街舞大賽8月16號將在台南文化中心舉辦。台南市長黃偉哲出席賽前記者會，邀請全國國高中生踴躍組隊參賽。我們還要加碼演出，台南市政府特別邀請我們合同盃街舞大賽的冠軍，各組的冠軍能夠在我們跨年的系列活動中能夠演出，那讓全場很多萬、好幾萬人、10萬人的這個觀眾面前能夠展現精湛的街舞。今年賽事邁入第5屆，多年來已經成為暑假最具代表性的全國青少年街舞賽事之一。預計開放國中組及高中組各15隊參賽，同時持續辦理 solo 個人賽制，讓選手能夠獨自在舞台上展現個人特色與舞蹈實力。團體賽則考驗隊員間的默契與合作精神，呈現平日練習的成果。慢慢的變成全國性的，北中南的孩子都來了。聽說今年還有越南的學生，聽說也要在越南露出，也有菲律賓的學生也要露出。這回還有新住民學生加入，展現街舞多元文化融合與青春能量。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8月10號，透過完善的賽制與獎勵，鼓勵青年學子勇敢挑戰自我。記者周海棠的報道。現在免坐回輪機，麥當吃到陝西的特色美食。因為對陝西寄來台灣的頭家娘，將故鄉的好手藝要早予高雄的鄉親，每一工親手做肉夾饃甲涼皮，嘛因為手工限量，總是有真濟鄉親交關，真緊就賣完。打開烤箱，金黃酥脆的饃映入眼簾，隨着老闆動作輕輕堆疊在竹籃中，用剪刀將烤好的饃緩緩剪開。淋上特制辣醬，再放入鹹香的滷肉碎末。來自陝西的特色小吃，如今在高雄也能吃到正宗風味。點得最多的就涼皮、肉夾饃，肉夾饃都是我們自己做的，對，現打，就是每天都是現做的、限量的，對。涼皮也是限量，因為它不能放，就是不能隔夜。所以說我們都是當天的量賣完就沒有了。吃起來的口感呢，就是軟軟 QQ 的，就像那個台灣的板條有點接近了，可是說它比板條的口感會好一點。營業時間剛到，客人便已經迫不及待的點餐。店裡除了能吃到肉夾饃與涼皮，還有各式特色的陝西美食，每一樣都是老闆心心念念的家鄉滋味。如今小店開在熱鬧的瑞隆路上，也帶給在地饕客更多元豐富的用餐選擇。想開這家陝西涼皮的目的，就是想着有很多遠嫁台灣的大陸姐妹，然後他們就是也有時候也是跟我一樣的心態，想着想吃家鄉的美食，所以說我就後來就想着，這個我也很多家鄉的美食我也很會做了，
那我乾脆就想着做個美食給大家分享一下。如今開業3年多的陝西美食，靠着一份份口感酥脆、餡料扎實的肉夾饃與特色麵食，也在前鎮區站穩了腳步，深受到在地饕客的喜愛。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高雄市政府爭取將鳳山到九曲洞進行鐵路立體化，並告要拆除3座橋梁，取消1座濱高島，將6個地下道填平。地方除了期待早一天改善交通的困境，嘛希望爭取到高鐵向南延伸到鳳山。住在大智路橋附近的居民，長期除了要忍受火車經過的噪音之外，尖峰時段也避不開橋上擁塞的車流。如今高市府推動鳳山到九曲塘的鐵路立體化，預計拆除3座路橋和鳳屏2路平交道，並且填平6處涵洞，將會大大提升東高雄交通的便利性。預計明年正式啟動評估作業，也讓地方相當關注。我覺得大智路橋那邊真的太吵了，然後真的不方便，我希望能地下化，然後趕快拆除。我喺路橋感覺。有迄個路橋要底下吼，感覺足無方便啊！我希望會當拆掉。就差那麼一點，為什麼不跨過建國路？就差這一節而已嘛。那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蠻吵的啦。因為這邊住的人越來越多了。大智路橋，因為它現在是我們1號省道主要的道路了，所以每天呢，我們從大寮方向，也就是屏東方向要往市區，幾乎每天都塞車。那這個塞車的情況已經行之有年，那一直是讓我們的居民，還有包括南部，就是大寮、屏東方向要上班的人，都是一個很痛苦的夢魘。因為台鐵呢，它在大智路橋前端。它這個火車就爬起來了，地下化就拉到平地來，造成的噪音也是我們所有的住戶一個夢魘。對我們來講，居民的生活品質也都受到影響。那這一次我們希望說，在高鐵南延的這個計劃當中，可以盡快的把這個鐵路地下化來完成。由於台鐵楠梓到橋頭段立體化已經進入前置階段，市府也希望鳳山到九曲塘段能夠接棒推進，並且和高鐵延伸屏東計劃整合。地方認為，如果未來高鐵進入高雄東側，應該要預留台鐵和高鐵的共構空間，替鳳山設置高鐵站保留的可能性。鳳山鐵路地下化原來在我們鳳山的精武路橋過了就上來了，那在10年前我有要求鐵道局就做一個轉接頭。未來如果有機會繼續延伸，才不會被卡死。那今天終於用到了，就是我們的這個轉接頭呢，開始就會延伸過大智路橋，所以整個地下化會過大智路橋。那當然就是過了鳳山再到大樹中間這一段，它要做一個可行性評估跟規劃。那我也要求就是未來就是我們的高鐵在高雄車站這邊上來。但是呢，在鳳山現在那邊因為要上40米高所以現在還上不來。那未來我也希望說保留這個機會，所以在鳳山跟大寮的邊界，在鳳山這邊呢，我希望說它可以布局一個將來有高鐵跟台鐵共構的機會。所以現在我也要求鐵道局這個要把它留下來保留以後就是鳳山跟大寮整個人口急增的時候那也有一個高鐵上來的機會。所以在整個它會做一個整體的評估。市府指出，目前全案仍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後續還要經過交通部審查和綜合規劃作業。如果進度順利，最快將在2032年動工，2046年完工通車。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台中市警檢隊的辦公廳舍日前在沙崙里正式動工。工廳除了辦公、車工的空間，也有警犬的宿舍加專屬的訓練場。預計工廳112年6月完成，到時嘛同步擴大現有的警犬編制來協助治安。第一場移動湖。桃園市警犬隊辦公廳舍1號在大園沙崙里正式動工，將新建包含辦公空間、警犬宿舍以及專屬訓練場，預計將在116年6月完工。桃園市長張善政表示，警犬隊成立2年來，投入緝毒、治安偵查以及除暴專案，對桃園治安貢獻良多。因此，市府也要幫他們打造專訓基地，幫助領犬員跟警犬有更優質的工作與生活環境。今天對於我們桃園的治安警社建設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我們在2年以前成立了警犬隊，那麼在上半年成立以後，經過訓練、認證跟受接，在下半年就投入勤務。對於我們桃園的治安，不管是緝毒或是除暴專案，都貢獻良多。
但是過去2年一直用的是臨時的犬舍。那麼今天我們在大園的沙崙里正式的館舍開始動工興建，我們期待能夠在最快的速度上面把這個犬舍完成，讓我們不論是領犬員還是警犬都有非常良好的環境空間，尤其是這個新的犬舍，它有足夠的這個訓練場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設施。那麼期待說，在這個設施完成以後，對於我們桃園治安能夠有進一步幫助，讓我們桃園的治安持續進步。謝謝。當天桃園警犬隊也全員出動，3隻偵報犬、3隻緝毒犬服從領犬員的指令，展現目前協助支援大型活動維安、犯罪偵查、緝毒等勤務。警犬隊隊長翁玉豪表示，未來編制將會擴增到11名人員、10隻警犬，並善用室內外訓練場來模擬各種勤務場域，強化警犬實戰能力。我們現在的新的駐地的規劃會朝向於優質、友善的方向來努力。那我們的犬舍呢，都會現在目前呢，我們都會這個觀摩其他犬舍比較優質的部分，我們的優點各個犬舍的優點，我們都會去採納，然後去做規劃。那未來我們會在犬隻上會再擴編，人員的部分的話會擴編到11個，那犬隻的話會擴編到10隻。那這個部分的話，還是會偵報緝毒相乘相符。那我們目前會有規劃室內訓練場跟室外訓練場。那室內訓練場的話，我們會針對各項這個我們模擬各項場域，那去讓犬隻呢多加練習，針對各種場域可能也會放置的比如說毒品或者是爆裂物來做訓練。室外訓練場的部分呢，我們會設置一些，比如說高低跳板或者是一些平衡木，這個是為了訓練犬隻在戶外服勤的時候呢，會加強這部分的那個基礎訓練。警犬隊基地選址位處桃園航空城區域內，未來警犬不只能獲得妥善照護，專訓場地也將提升他們緝毒、偵報與犯罪偵查的能力，成為守護城市安全的重要戰力，強化未來治安量能。就由您報道。感謝收看6月12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剛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我不看路啊！
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